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提宝藏，提宝藏，哪细声啦？提宝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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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细声，你敢知你今仔日来要创啥？今日来要创啥？提宝藏，提宝藏，那个试一个，你今仔日来要创啥？提宝藏。安尼，我要来问看我石门神到伫厝内，石门神你有伫的无？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。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，小朋友，代志唔好啊啦！我藏伫柜仔内底的糖仔拢无去安尼，唔知影是毋是神殿的神兽食去，也是互一寡探险队员摕走去啊！恁有摕糖啊？无啊，阮哪无摕糖啊？你无摕糖仔？糖仔哦，哪会熊无去？毋过袂要紧，我即马哦趁即个智慧之神转来，我爱甲即个糖仔甲补起来。毋过小朋友，你要摕宝藏，爱甲我斗3工。想要问小朋友，有啥物物件食起来是甜甜的？想看觅，豆花、豆花、水蜜桃、红豆汤、金珠、金蕉。哦，恁安尼讲即个甜不不的物件哦，我嘛足想要食的呢。毋过台语一定爱逐工讲，你一定会摕到宝藏。那呢，今嘛提出你的精神，也讲开来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自乐第一名，出海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，咱做伙来到这个所在，拄则石门神讲吼，伊的糖仔无去对无？咱即摆来斗找，到底糖仔走去倒位？来，你找看嘛，你敢有看糖仔伫咧倒？哦，伫咧遮啊，遮有2个糖仔，啊无咱先眯起来看卖，到底迄个插头是谁好无？到底是谁头摕石门神糖啊？咱眯咧这后壁，较细哩哦，袂当互发现哦。先讲莫走出来。无用煞，哈哈，无用煞，总算会当食这糖啊！等者，啊啦，小朋友，啥物人？原来是偷摕糖仔啦！啥物？我偷摕？你偷摕石门神讲伊的糖仔无去啊？啥物偷摕？迄是阮公家的呢，伊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我的，安知无？啊，我知影，就是我的钱是我的，啊，你的钱嘛是我的。唔对啦，不一定，迄糖仔是公家的。哦。啊，最近压力较大，所以就足想要食这糖仔。好。啊，那恁啥物时阵会想要食糖仔？无欢喜的时阵，无欢喜的时阵。啊，伊份呢？你啥物时阵会想要食？巴肚枵的时阵。巴肚枵食糖仔。食糖仔就饱。哦，迄若糖仔食到饱，可能爱食不哩济哦。用在你的是啥物时阵想要食？艰苦的时阵。艰苦。人买艰苦。艰苦啊！哦，小朋友买艰苦。啊，你啥物时阵会想要食糖仔？我平常时拢会食糖仔。你就是不管时拢想要食糖仔，对啊。我会记你吼，我细汉的时阵，哦，细汉已经足久的代志。我细汉的时阵，食药仔的时阵会配糖仔。哦，恁敢会？会。袂哦。袂。无你若食药仔，足苦的时阵，你要配啥？得紧吞的就无代志啊。哦，吞的就无代志啊！感谢你甲我教，后摆我吞较紧的。哦，好，安尼看恁对甜的物件，敢拢真了解。今仔就要来考恁甲甜有关系的物件，准备接招，引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心神上爱食鱼仔，
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新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着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甜要无即个甜的味，大部分拢是糖做的。啊，恁敢知影咱即个糖是用啥物做的？甘蔗，哎呦，甘蔗，厉害啊，搁有无？搁有一个番麦，嘛是用甜做。啊，啊，搁有甜菜，青菜，啊，搁有麦啊，梅啊，麦果的麦啊，嘿，就是大部分拢是用这几项来做咱的糖的。糖就是甲咱的点心就有关系的。好，就可能甲点心有关系的物件，准备接招现来噶，来哦，接无好哦，哎呦，厉害，李茶，好，真牛，如现，啊，无对，甲升起来，甲升起来，唔好过头啊，看好准，看好准，看好准，甲冲，嘿，卖啥？麦啊，卖个啥？麦啊金，哦，唔对，来，不要紧，尽量讲吼，哎。切口啥？巧克啊无嘞，类啥？嘞豆，巧克水力啊，豆，拼落就对啊啦，巧克力豆，巧克力，小头前啊，加油哦！啊，差一输啊！看好准面面，甲升起来嘿，往来酥，往来手对。这就是芭乐，梅乐，唔对，哇啦！啊，加油哦，接不准哦！你小啊，佫无接到，免冲伤早，免冲伤早。低贵，对，甜粿。嘿，豆啊，啊，真牛，如现真厉害哦。哦，粉泥，水水水，粉圆，小头前，加油哦，接不准哦。地两哥，嘿，对，加两个甜壳包，甜壳。甜壳哈，啊，对对，甜壳胖，对甜壳胖。啊，小头前，哎呦呀！小头前，范姐，土豆地，土豆啥？土豆啥？头好，无要紧，唔对，土豆糖。来，你讲糖，沙车，真牛，如现真厉害哦，加油！接不准，接不准。啊，小，哦，总算是接到。鸡啊胖，什么？鸡胖，唔对，无要紧。来，咱即摆看嘛，你倒几个无讲到啊？卖个啥？卖个糕，做点一解。麦个好，真好。麻啥？麻辣，对，勇敢的讲起出来。麻老，麻老。麻辣，好，做点一解。麻辣，对。啊，还有咱的甜甜圈啊。天菇，天菇啥？天菇啊，天菇，你咧讲日语哦。天菇，嘿，甜壳胖，嘿胖，咱食的胖嘛。啊，伊是甜壳啊，甜啊，还佫一颗的，叫甜壳胖。土豆啥？糖，来，一直伫讲糖，糖，你说糖袂出来，不要紧，即摆会晓啊。土豆糖。哦，大陆拼音来哦。上尾迄个查一撮。鸡啊饼，鸡仔饼，标准，鸡仔饼真标准。哦，安尼就拢学着啊。安尼后摆对糖、对咱点心的物件，就佫较了解啊吼。后来看觅恁钓着几题，拢总钓着9题，会当摕着半个金箍箍。差输啊，差一题，你就通啊摕着一个金箍箍，真无彩好啊啦。加油啊！咱咪好啊，加油吼！第2关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台语上练档，连下顶的2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选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搬落来进前，看摇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伫咧真久以前啊，咱会当食着甜，
就是件足幸福的代志。而且食甜吼是有一寡以早啦，较有钱的，较有钱人较食会着。啊，毋过甜哦，嘛是毋好食伤济，毋来酒气，啊嘛对身体无好。啊，咱爱较爱挣扎吧。所以即马就要可能食米，甲食米有关系，啊有可能甲甜嘛有咸，无一定。咱来看卖仔者，准备接触，现来噶，来开始 Q， 加油哦！加油哦！紧嘞！你速度较紧的呢，你也较紧的，无因会真忝呢。好来，超正，滴滴的，甜甜的，甜甜的，你刚刚做几啊，还有无？什么色的？干嘛色的？你会当蓝的一种，会带蓝的倒位？蓝的。我紧的 ，Q 较紧的，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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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落放，Q 落放位，哦。竟然已经有一个朋友牺牲啊！加油吼，豆豆来，豆豆来，寒天会食到。寒天会食着。有无？有无？搁有无？搁想看卖啊？搁头有一粒形容。无？好，汤汤的，内面有一块一块。汤的。好来，继续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音乐对 Q 了嘿 ，Q 了就对。好，一种水果，一种水果，一种水果，红色的，红色的，干嘛色的？干嘛色？红色干嘛色拢有？伊的头是。哦，来后一题。来，头先讲到关键的迄两字，哦。卡关啊，卡到，应该。吹无线，吹无线。嘞，食。第四个，中秋节会食的。什么节？中秋节。中秋节的食。中秋节，一块一块。好来，紧来，上尾一题。紧嘞，哦，最厉害，紧嘞，加油！卢宪，即马就考卢宪啊！一个人看到挡到上尾无？哦，上面一个题目啊，这是第一种食面的物件。第食面包啊的。会当吹物件。会当吹物件，好耍。剩件。哦，来，五题拢摇出来，啊，毋过对毋对？险来噶！哦，一直咧讲到甜，嘛，就想要食一个吼。大家人应该拢爱食甜啦。对。咱第一个甜的物件，这是安怎念？芳蜜，芳蜜。头先安怎形容的？我讲甜甜的。你讲甜甜的，对。啊，咱看卖这敢有甜？诶，这无甜甜的呢。哦，安尼这个算数袂用的，甜甜的，啊，还有啥？干嘛色？柑仔色，这敢柑仔色，较算黄色的吧？黄色干嘛色拢黄色有吧？哦，拢有啦，有的较深。但是你会使讲汤拖、汤拖，昆虫、汤拖会去采收的。哦，这若讲会出来，就稳着的啦，因为这唔免嘛。就爱食呀。汤拖谁爱食？嘿，那个，咸，啊咸爱食，小咸爱食的，诶，小咸爱食芳蜜。哦，啊，大家敢知影糖霜是啥？糖霜是冰糖燕窝，迄个冰糖就是糖霜。哦。啊，咱有一寡亲像咱要卤猪脚、卤肉，嘛用糖霜落去卤，就是咱的冰糖。安尼了解？念一解。糖霜，真好哦！这是安怎摇出来？用这你是听到啥物关键摇出来？寒天的时阵会食。寒天的时阵会食的。哦，寒天，寒天拢会食咧。哇，敢乌乌。哦，啊对啦乌色的。恁头先是毋是无讲到这？你若讲乌乌，就一个就摇出来啊。哦，这就简单啊，恁一个就讲对啊。安怎讲？中秋节。会食到的。啊，这倒位食会着？台中。台中。哦，安尼就好摇，就好摇。头先这安怎讲？我感觉因形容了真好哦。啊，你先莫讲者，你互伊芬讲者，因为第一关就练落来。好，伊芬，互你表现一个人生。无插电。啊，无插电。嘿。哎，对咧，亲像吹的物件，这嘛是通啊吹啊，啊，毋过伊爱插电。插电，嘿。咱看卖因钓到几题，拢总钓到5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哦，真厉害哦！刷来第3关，有信心摕到一个金扣扣无？好，准备接招，演来噶！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
内底会有题目，白小姐甲红吉吉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就要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，恁就会失去两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有一种新闻，伊会当讲是认真拍拼的代表，而且伊做的代志哦，是甲甜有关系。做伙来看卖仔是现代家。香蜜真甜真好食，咱有好食的蜜，爱先感谢因。饲香无简单，你着爱先有胆。为着要互咱食到甜甜的蜜，因拼性命咧饲香呢。想着我细汉才会贪甜，甜的四手啊，若一摆食伤济，阿母就会甲我念。食甜食咸，臭脚片黏。恁敢知影即句话是啥物意思？臭脚片黏，食甜食咸是啥物意思？哦，即句话有较困难哦。咱听看卖红吉吉白小姐安怎讲？白雪雪讲你捌，恁喙手好拍解。这句话呢，就是苦劝人食重咸的物件，莫食伤济。若是食了尾后呢，你的喙拢会干涩无味，安尼你知影无？白小姐，你讲红吉吉你安怎讲？大家好，我是红吉吉，大家拢爱学台语哦。我甲恁讲啦，这句话呢是咧吓惊人，唔通乌白食物件，食物件吼爱扎，若无吼骹片黏是会生粒啊，臭毛毛哦，安尼知无？骹片黏的臭毛毛生粒啊，唔知咧恁讨论看卖啊，感觉谁讲的较有道理？如hen，你感觉倒一个人讲的较有道理？红吉吉吧，红吉吉是安怎是红吉吉？因为讲的就有道理的啊。是因为生出就有道理的。是因为我是共乡的。啊，共乡的哦。共乡哦，家己哦。哎呦，一分的，你感觉你要选啥？红吉吉，安怎？为什么呢？白小姐的表情看起来怪怪的。哎呦，伊规个人拢怪怪的。这是做人的关系，嘿，欣然。红吉吉，红吉吉。英哲。我感觉白吉吉讲，白小姐讲，因为臭臭无好食，应该毋是安尼。应该毋是安尼哦，食甜食咸，臭脚片黏。伊拄则讲，我感觉是白吉吉。我哪会说囝就是白吉吉？哎对咧，红吉吉到白小姐叫白吉吉。红色色。哦，对你姓嘛？对你姓。所以恁感觉是红吉吉的请野手？红吉吉讲的较有道理。所以恁决定要选的是红吉吉。敢安尼？所以恁决定要选的是红吉吉。敢安尼？卡黏，臭卡片黏，卡片黏，甲卡黏讲是倒位？恁敢知？卡哇吗？卡哇。哦，咱的卡头夫。卡头夫。毋是，咱讲的卡片黏是挂落来即块。哦。正句即个，卡片黏是即块。哦。有人咧踢骹球啊，即个所在正句就真重要，知影吼？好，安尼知影卡片黏是伫倒位就好啊。咱来看后一题。头家自头国校啊，就开始咧饲芳，对芳甲蜜的性拢捌真深哦。市面上的蜜有真有假，好运的啉到正的蜜真健康，若是啉到假的，无彩人敢若咧啉糖水共款。问恁哦，若是真的蜜甲假的蜜，恁敢分会出来？哦，这需要一个观察哦。这买过的人才知影。好，咱来看卖到底要安怎分辨真正是假？红吉吉白色色。讲到这个，问我就无毋对。这个芳蜜哦，伊看起来是足清气的，啊，伊若是放愈久哦，绝对袂有杂质。所以真正的芳蜜就是爱看伊袂有杂质哦。哦，足清的就对啊。对。好，
红记记安怎讲？唔对，我甲恁讲啦，真正的蜜吼是会落落，啊若是放久呢，伊即个卵白质佮有酵素会浮起来，安尼知无？两白质甲酵素。来，厝内面拢有芳蜜的小朋友，恁感觉谁讲的靠道理？红记记，啊？红记记，因为阮兜的蜂蜜落落的。芳蜜，恁厝的芳蜜是落落的，嘿，敢会是有辣酸物仔走味？空气走入去。应该袂吧吼？英姐，你感觉谁？我唔知，哦，你无你唔知？应该是红记记。是安怎是红记记？咱兜的卖甲你讲的共款，卖落落安尼。对，落落。恁感觉是红记记的请野手3票红记记，哪票？红记记。有1票废票。嘿。嘿，伊无是。白色色的请野手。哎，真正是废票。确定是要选？红记记。好，唔是做信心的，啊，毋过来看卖是敢安尼。厉害！哦，真正啦，讲真正，真正的芳蜜哦，伊看起来就是落落。你若想要确定讲这罐是真诶假，你就甲摕起来海海，你转去厝诶试看卖。哦。甲海海，伊若有起泡，起的泡是幼幼的，而且伊足久拢袂消失去，迄就是真诶。啊，恁来看卖，恁钓几题，拢总钓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真高！有2遍摕宝藏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？心来讲。哦，嘉义来水阳国小，摕到2个金扣扣，有2届机会，要选到什么人？什么动物啦？我感觉是9号。9号。好，伊份感觉是9号，其他的人咧9号。 9号。 9号。哎呦，好，安尼手甲放在咱的金条顶悬，宝藏敢会伫内面，请起来。啊！敢一个机会。宝藏互我守护掉咧。嘉义的朋友。加油哦！恁搁讨论看卖啊？卢汉你咧，你想要选倒一个？梅花鹿。卢汉想要选梅花鹿。啊，其他的小朋友有啥物想法无？拉力，拉力吗？拉力的请野手。3个人拢要选拉力。 3个人要选拉力。啊，无拢无讲到的这个啊。好，这个。有考虑到吼？敢是恁选的长尾山羊？请起来！哇！对啊！颁奖，会当摕到亲像甲我同款有智慧的机器人。啊，真的不错呢。这看起来真强呢。足高级的呢。红记白小姐，这个礼物遮尔好，这是啥？叫我看一下吼。你好，你若是好无朋友，你会使出来去散步。啊，讲伊讲话哦。嘿，伊会带你去散步。伊安尼行路安尼哦。嘿。厝内面敢有这种佚佗物啊？无。啊，摕到欢喜无？欢喜。真正，这就是因老公台语换来的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好台语。恭喜啊！真牛！看我摕这去散步呢。哎，摕这。